後來因為這擺中東有戰事，所以國際原油大起價，嘛衝擊到台灣的民生消費。國民黨的立委羅明才建議政府閣來普發到現金一解，這解是普發到石油的津貼1萬塊。主計長陳淑珠是回應講，應該是先為油價凍起、穩定物價等等的措施開始來做起。油情跳停，民眾心肝頭嘛插一個，因為中東的戰火影響油起價，國民黨立委建議講，會當閣發1萬塊。發1萬塊的石油津貼，大概要準備多少錢？就跟換現金一樣啊，現金2360。努力想一下了哈，我現在已經開始在聯署了哈，截至目前還沒有人反對的。主計長陳淑珠講，目前政府的做法是先為凍起開始，避免產生額外的財政支出。對着普發1萬塊的石油津貼，鄉親的看法安怎？就如果是真的有的話，開心是挺開心，但就是會覺得只要出事就是發錢，不太好。有時候如果一直領的話，也不確定說國家或政府的資金預算是不是夠補發這一些？未少鄉親認為講，這嘛就要看國家的財政，因為民生經濟受到影響，普發津貼的案例，像2009年馬政府的消費券，主要是因應2008年全世界金融海嘯，後來就是2020年蔡英文政府的進行3倍券，是要刺激新冠疫情對國內市場的影響。過2年閣發5倍券，主要是因應疫情3級的警戒了後。受傷的來自三減。我們的 CPI 才1點多，相對是低了啊，相對低。韓國不太一樣了，韓國是因為沒有政府的補貼，所以他給老百姓一些的津貼。油價我們所知道的是亞鄰最低價，哦，那這部分政府在平穩物價上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針對羅明才石油津貼的提案，敢會當過關？恐驚離國會還閣有幾番的論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